洛杉矶天使超级球星楚劳特因伤缺阵一场，复健中的日籍球星大谷翔平今天向媒体喊话：“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就可以上场。”美国职棒大联盟开季第3周，天使12场比赛成绩6胜6败，在美国联盟西区5队当中排第4。手感正热的外野手楚劳特 Mike Trout 昨天赛后传出右大腿拉伤，今天休息一场，没有排进对酿酒人之战的先发。右投左打的大谷翔平去年10月右手肘开刀，今年球季无法担任投手，但是球队估计他能在5月复出担任指定打击 DH， 贡献火力。从春训至今持续练打，大谷翔平对于复健的进度高度乐观，在上周说自己的力量比上季更强，自评4月底可以提前复出，今天在加码说感觉已经可以上场。大谷翔平户外练打2周，由教练喂球，他自认已经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实战打击练习，挥击由投手投出来的球，之后接着是模拟比赛、小联盟复健赛。大谷补充说：“但我还要经过医生检查，先确定之后再看看怎样。”洛杉矶时报注意到总教练奥斯莫斯 Brad Ausmus 被问到大谷翔平的复出时间表，闪躲问题且态度暧昧。记者问总教练大谷翔平回诊检查的时间是否在下周？今年手掌冰敷的奥斯莫斯说：“我才不告诉你咧。”再过几天吧，等他做过检查之后，我们会再跟大家报告。大谷翔平2个月前开始室内打击练习，春训期间他总是在队友牛棚练投的时候，扛着棒子站在打击区看球。大谷翔平说：“户外练打，看队友牛棚练投，这都帮助很大。我觉得一切都按部就班，对于接下来的实战打击练习也有帮助。”